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像爱分一个时阵，情路无步。我只有零丝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情也像爱也分一个时阵，情路无步。我只有零丝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嘿嘿嘿，小李伯，小李伯，正常啊。你在内底好无？委屈你啊？袂歹，你好看啊，食甲肥肥，食真好真好。陈小伯，你甲船顶迄个代志，我甲互你拢知影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我上大的力量，甲这件代志吵清楚。代志都不怪变安尼，嘛无啥物好吵个清楚啦。别怪我，爱怪阮阿公我小贪啦。无阮哦，这哪会怪你？你是冤枉的啊！再怪伊个臭面容啊！俊达，你的好意我知影，多谢你啦。俊达，我讲啦。春弟妹啊，你身体敢袂堪诶？我讲我真勇啊！我甲俊达哦，想办法甲你救出去啦。多谢啦。啊，船长妹代志哦，你放心啦，阮想办法哦，甲找出来。吼。甲找，你什么意思讲阮某安怎呀？船长嘛找海家啊，来台湾哦，啊人毋知走倒去安尼。阮某走找海家啦。啊，油饭好食啊，油饭好食啊，人客来哦。咱的油饭啊是组团必享，啊 QQ 嫩嫩。咱的做人做这个主顾客吼，大人来食食体会，囡仔来食会洗头发尾，翁仔某来食咧，恩爱好好，好头阁好尾啊，好食诶！油饭啊好食啦！哎，人客来哦。哇，天气真热吼！好啦，到你无？你来赞，人个，啊你无要食油饭哦？连工啦，连工。连工再过来。小妹妹，你要创啥？我阿公要向你要一杯青草茶。啊，你阿公什么人啊？阿公就是阿公啊。对了，阿公就是阿公啊。谢谢。哎，阿姨阿公我。
3碗75。我出外人啦吼。出外人哦，3米数60就好。头家啊，我是讲，我都出外人吼。我知影啦，你拄则都有讲过啊咧。钱银三不变啦。啊？你无钱哦？你无钱，我甲我食3碗。啊，我是讲你遮落写食7碗免钱啊。食无7碗爱钱啊。我都食袂落啊。啊无，我连工才阁食4碗来斗啦，好无？你是咧讲妄价的哦？福生，你听好清楚呢哈，这是最公正的，这是最诚理的，这是免钱的，这是爱钱的，你听有无？我都真正无钱啦，啊无，我互你赌啦。啥？你互我赌？我即摆还阁独身啊呢，就算讲你对我有意爱吼，咱莫小行一丛啦。哦，你安尼甲我出招？哎呦，不是啦，不是啊，啊，是嘞，我讲唔对去啦，我是讲吼，你遮都欠骹手啊，无人通洗碗池，我来甲你斗做工课，做赌的啦。哎呦，福生啊，我对透早吼摆到即阵哦，你是我头一个人客呢。我家己一个就用先生啊，啊，我请你来是要掠啥物小家哟？你免讲，你嘛用先生，啊，你这油饭吼都太歹食的啦。啊，为着饭粒啊，尼黏黏做就会炒也无散，油饭爱焖好芳才会用的。啊，毋过你这吼青草茶是真好啉啦。无我看吼，你若毋规去，卖卖油饭加青草茶，你规去卖青草茶加油饭，安尼敢毋好？啊，这本来阮组团的就是安尼啊。哎呦，你安尼吼毋是办法啦。这焖油饭我专门的啦。我较早吼，庄仔头人来咧做过来，我拢甲人焖油饭互食呢。啊无安尼，规去明仔载吼，我甲你这做了，甲你电变葱葱炒炒的吼。啊青草茶，我这我甲你想一个办法，无得卡，会去来做一味啊青草茶的料理。啊？青草茶料理？喂，我无咧困哦。较认真的啊！大气哦，就爱困。当然，高俊男就是这个工地咧做小工。快点啦！紧来！后口人咧找你啦！紧来！对，这边啊。唔通啦，大。无代志啦。你有啥物代志跟讲讲嘞？我还有工课要做。少年人无需要遮尔扫兴的。我今日来找伊并无歹意，对你有好处呢，并无歹处。俊男，阮党也真欣赏，已经伫公司甲伊安排一个真好的职务，伊才会亲身来聘请你去公司上班。无毋对，高俊啊，你伫咧所在做小工，未免是大材小用啦。我替你感觉可惜，假使阮会愿意呢，来我公司上班，莫讲薪水多，工过辛苦啦，就是迄份工作呢，真有将来性，对你前途的影响真大。我希望你能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是咧起笑的哟？你遐人是啥物卡笑？你去遐上班哦，你稳死的啦！我有我的拍。大海啊！高俊啊，欢迎你来我公司。这是我名片。
我等。俊南，你若真正要去公司上班哦，我就甲你找啦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各位同仁，我即马慎重来向大家介绍咱公司的新一个业务经理高俊南先生。高经理呢，年轻有为，做代志有魄力，望大家以后呢，好好甲合作，好好甲配合。咱即马邀请高先生呢，来向大家讲几句话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高俊南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各位同事，咱会议到这结束，大家咱转去上班啊。俊南，好好做，我相信呢，你一定袂我失望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阿爸，高俊南。想袂到吼，阿爸打电话叫你来，就是要一个意外惊险。伊是一个人才啊！像俊南这样好人才，阿爸免来讲无甲重用咧。丽玲啊，即样曹俊南呢，去公司4月去行样看看，啊？高俊南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对对，我先来。你去。大概，你安排高俊南咱公司做业务经理，用意是真好，也毋过，安怎？高俊南甲地大将上面规定拢斗阵去，万一，这你放心啦，这点我了解。我既然讲叫伊来公司上班呢，我全力拍算一个。你好好甲监视，有任何消息呢，马上甲我报告。是。是啥物原因？你会答应来阮阿爸的公司上班？原因有两个，头一个是把握机会啊，人爱拍拼才会成功，你讲对无？啊，第二个咧？总有一天你会了解。我讲一句话，你莫生气。你是毋是要做互秋萍看的？我甲伊已经无关系啊。你若是真是会当放会开，安尼是上好。丽丽，我来这上班是我家己的代志，咱以后莫阁讲到伊，好无？好啊，咱莫阁提起伊。为着要庆祝你来阮阿爸的公司上班，也阁有你结束这段感情对你的困扰，以后我请你食饭，好无？好啊，也毋过爱我请哦。这位先生，你要创啥？你哪会来？这种所在甲拍是我袂来，我今仔来要调查问你的，你是要错别公司上班？志强，我无咧问你，你紧讲啊！阿强，我来这上班是为着我个人的责任，应该甲你无啥物关系，你莫当我会知咯。我是要教你这种人，枉费我以前遐尼信任你，遐尼尊重，甲你当作我阿兄同款。你竟然为着家己前途替错别人做代志！阿强，好了，你莫叫我啦！
我趁你的钱，好好做你的大经理，今仔开始，咱两个田无够，水无流啦。快走！志强，无要紧，好运气。你啥都要讲话刺激伊啦？我毋是刺激伊，我讲的是实在话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，伊无资格管我。来啊！有问价切炒茶啊！另外再加三碗棒子。啊，是。哇，春妹啊，你实在是不天呢。自从你来了啊，我的生意就旺。你是狗的哦，放唔着，紧缀啦，紧缀。我这电话还有位无啊？啊，来，我带。啊，春妹你甲带一下吼。小等下啦，吼。小等下，啊，大人你坐啊，我要坐倒。免啦，这道搁食无久啊。是食无久。啊，唔是啦，因碟的差不多啊。小等下水有啊啦，真紧，歹势。好食油饭哦，加切炒茶啊，来啊！ OK， 油饭多少钱啊？油饭好，好了，小等下。海哥啦，春辉啊！麦子，海哥啦。 哎呦！那是老豆啦，老豆无去啊啦。春辉啊，你叫迄个人是要创啥啦？我有你还是要到看来，我啊气死！啊，我咧做是无唔对啊，安尼讲就歹斗阵啊。这个去蔡明雄公司上班，你哪要安尼做啦？煞唔知吼是为着钱啦。蔡明雄公司遐大间，搁互伊做经理，薪水吼一定足悬的啦。我定着一个月趁几60万呢。哪有可能啊？这若唔是这款人，伊无可能为着钱来储备伊的人格啊。那会无可能，阿姊，我拢亲目睭看着，你搁替你讲话。伊搁讲，咱遮第一甲蔡明福阮啊，甲一点关系拢无，搁叫我莫断伊的财路呢。做若要安尼做，敢会挑剔要保护我？这个，你莫生气啦。阿姊去找这个人，当面甲问清楚。小姐，请问你有啥代志啊？我要找高主任。啊，高经理哦，请这边。另外，高经理，这位王小姐要见你。做啦，你若要来这上班，你敢要当我解释你的理由？好，我解释互你听。因为蔡明雄真器重我，而且即摆即个头路对我以后的前途嘛真有帮助。我即个理由你有满意无？陈太太，我知影恁先生是一个大医生，我嘛知影我即摆甲伊袂比的。也毋过我相信，只要我好好拍拼，总有一天我嘛有出头天。你为着你的前途，为着要出一口气，你无顾道义，敢有出卖你的人格？出卖我的人格，你安尼讲敢有公平？你会为着要过好日子，叫陈文华，是安那我袂为着我的前途伫遮做工课？你安尼讲敢有道理？我知影无道理，我嘛无应该感谢你的代志。啊，毋过最后我有一句话想要问你，我请你坦白甲我讲，你今安尼做，是毋是要保护我？保护，你放心，咱两个人代志一定过去。较早的高准来死去，王秋平嘛无去，所以我无可能向你保护。你还阁有啥物代志？
这话刺激。刚讲遐是我都甲伊放袂记，也是伫咧婚姻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我有一个爱，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讲这是事情？高主任只只甲王秋平这伫遐等啊遮尔离了，无毋对啦。想不到高主任是这款人，敢讲我看唔到伊？而且我来甲观察，郭俊南对杨秋平这地啊已经断情断义啊。可是讲高主任呢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查甫囝呢，也若我去切互伊甲丽玲，敢讲我做唔到？郭俊南甲王家断绝关系，对小姐来讲应该是真有利。伊高主任的改变遮尔啊多着，我实是想无。你继续甲监督，知影？知影。无钱人走路要找插档的厂商去。当，太过来来。厂长，你讲的话我拢有听到啦。进咯。对呀。20万，厂长，这20万洗喙齿芳嘛无够。你嫌少？我是唔敢嫌少啦，啊，毋过最近债主足侪咧找我，即摆含树安某也走来到高雄咧找我呢。你讲啥？红厝来到高雄？是啊，即摆伫咧附近遐卖米糕哦。这个红厝伙真正是阴魂不散，伊会来高雄，一定为着顶一摆迄桩代志。袂用的，我免互伊继续留在遮，一定是办法甲赶走。你毋是挑工啊，你故意的啦！你无想你一张遐尼大张，啊一支镜头甲我吐咧，我就念迄壁的啊！搁用甲我脏的，你敢若甲我掠家仔囝咧？免讲嘛海过来叫我走去，即马海过来一个走，阮翁是要继续互关，你知无？像这种代志哦，你都要较早甲我讲，你即摆咧甲我讲，我要哪会知影啦？我是要安怎甲你讲啦？你人遮尔故意，啊一股推推，我惊你毋拄好讲出来，去甲伊拍生惊着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伊甲海起来吹出来，安唔好。吃油饭啊！先生啦，辛苦咧，要食油饭呀？我无要食油饭啦，这无要，这袂当摆单，恁敢毋知？头家啥？头家，你啦。跟走。小姐姐，谁哪要甲阮跟走啦？我伫遮摆足久啊，无安怎啊？这后边啊袂用咧摆单哦，而且恁搁缀着斑马线，敢无看？跟走。春辉啊，生意愈好愈紧倒，无3工的好光景。你是安怎？无啦，恁会可能伤心啦。是毋是我最近工作较无闲，无时间陪你，所以你心情无好？秋萍，秋萍，无啊！你莫对我遮尔好，莫遮尔关心我，你安尼互我出大压力，知无？哇，真是嘞，我无应该对伊遮大声，你莫叫我。不要紧啦，咱是阿某，我袂甲你见怪。啊，对啦，已经7点外，伊巴肚会枵，我咱出来食饭。秋萍，俊啊，这物件歹食。
袂啊，哪会？安尼，你是食袂落？食会落啊，哪会食袂落？梦华、秋萍。玲玲，俊南，你也来遮食饭吗？是啊，俊南今日哦头一天来阮阿爸的公司上班，咱是出来庆祝的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做伙食，到恁坐啦。唔免啦，恁食。我怕那别间餐厅。等下，陈太，蔡小姐是好心请你做伙食饭，而且今仔日是我头一天上班，咱大家啉一杯好无？秋萍，难得有这个机会，啊，无咱甲俊南庆祝一下啦。这，小姐，给两个啦。我今仔日真正是足欢喜的，会当伫咧遮拄到恁翁仔某，来，我敬恁一杯，祝恁白头偕老。俊南，多谢你啦，我嘛祝你工作顺利，事业成功。多谢。若讲到工作顺利，我想应该是无问题啦。也毋过，若是甲你相比，我搁再拼20年，嘛拼袂过你。陈太太，你讲对无？行行出状元啦，每一道拢有伊的价值甲意义伫的啦。你伫蔡伯遐上班，相信会前途无量的啦。天生，这是你个人想法咯，恁某就无共啊。伊毋但反对我伫咧恁蔡阿伯公司上班，而且搁走来找我，讲我是伫咧出卖人。俊南，秋萍的心情你嘛了解，伊甲蔡阿伯，我知影，我袂怪伊啊。伊可能毋知影，我是伫咧孤儿院大汉，我无爸无母，无钱无地位，读册嘛读到高中毕业，一直找无好头路，到尾也煞互人看无目地。今仔日我足无简单，有遮尔好的工作机会，我是毋是应该好好把握？俊南，你当做你的故事好听，爱讲啊啦。是的啦哈，我知影我的故事歹听，影响到恁食饭的心情，我甲你回是的。秋萍，你是安怎？郭先生，你莫阁一直讲话刺激我。我有影所做的过去的代志，而且甲你回信的。无法，咱来庆祝俊男找到头路啊！来，来来。秋萍，你莫阁啉啊啦！俊男，我叫你事业愈来愈好。秋萍，你莫啉啊啦！秋萍，秋萍，好啊啦。莫阁啉，秋萍。一点钟，来，你先休困一下。你先休困，我摕面巾甲你拭。你哪要安尼抱？为什么？俊男，我欠你，我后生人才恨你。我不是无爱你，我嫁无落是不得已的。妈我的苦衷你敢知？俊男，你敢知影我嫁无法了？心肝内偌痛苦的。俊男。秋萍哪会讲出这种话？伊讲嫁我是不得已，是遐尔痛苦。敢讲伊对我的感情拢是假的？既然伊对我无感情，伊是安怎要嫁我呢？
所做的过去的代志，而且甲你回信的。我想那爱讲遐话刺激，我想那无法度控制我家己。物件哪等一下食？阿六，阿六。我头仔叫你，你无听着？你若甲这物件放伫门口口，关你别。这是去食了呢，是咧带去食的呢。你即摆是大经理啊呢，哎呦，身份遮尔啊悬，哎呦，大人物呢。我若甲你带斗阵，万一去互派人绑去哦，毋着加衰的。我敢有讲毋对？阿强，是我叫阿强搬来甲我斗阵大的啦。你的物件吼已经传好啊，请。好溜。我是搁安怎？这间厝是我租的呢，迄物件吼嘛是我传的啊。我有权利吼，我有你大。我知影这间厝是你租的，也毋过你敢真正需要安尼做？我是安怎会安尼做？问你家己啊！你是为着我去蔡平乡遐上班的代志？知影就好了。好溜。我会安尼做，我会不得已的。我是袂用的，我即马袂用讲。好溜迄种个性，我即马若是讲出来，代志一定稳平。好溜啊！你莫阁叫我，你是不得已的，你有啥物不得已的苦衷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以后你就知。我无迄个时间啦，我知影啦，你就是爱钱啦。俊男兄，我知影你一定对我真关心，我无爱甲你计较者。也毋过我希望你应摆甲我考个每一句话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。阿强，莫叫我啦，人拢无爱插你啊，迄物件吼，摕摕会瘾走啊，吼。好溜，你家己好好保重。吼，真正走，我是想讲，我甲刺激一下，看伊会反悔无？伊真正走，真无情义，我讨厌你。为着要替船长爸洗清冤枉，走去蔡明乡遐找证据，煞来伤害着好友甲志强的心。我安尼做敢对？万一到时阵我若是找无到证据，是要安怎？代志到这个地步，我已经无退路啊。不管安怎，行一步算一步，我还是来继续行路才对。好了，志强，请恁原谅我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予我一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来，各位乡亲啊，来，看我胸前，看我胸前，胸前这张相片，捌看无？若捌看吼，捌就甲阮通知者，阮有收金哦。啊，收金偌济？5万，莫我开遐济啦，5000摕袂啥会出来，500摕出来对你真歹势。完了，我去油饭园啊，来我遮食油饭哦，食这礼拜食免钱啦。我这无爱嘞，食免钱。
奇怪呢，啊找几路，啊无人知影这个海鸡仔走倒去。嘿，钟伟姐啊，你看啦，啊生了吼，太普通诶，太无特色诶，免讲嘛袂恁诶。那亲像我就无共款啦，毛强强你知，迄300公尺我就看着我。要生甲你共型的吼，我那无逐口罩有的啦，太大只。一摆来是人紧找着海鸡啦，安尼阮翁就毋免去。嘿。哎呀，啊恁来才倒去食啦，啊毋就起来。我脚酸啊啦，小休困一下啦吼。安尼就咧脚酸啊？我大个人哦，行较袂记啦。我不但脚酸哦，巴肚足枵的呢。你枵我嘛枵啊，我是大肠过小肚的呢。也毋过咱都还袂找到人，行啦，起来啦。我行袂去啊啦，人要找吼，饭嘛都爱食，咱找一个所在来食饭好无？也毋过无找到人，我是食袂落啦。啊，毋过我若无食饭吼，实在找无人啊。你我枵啊啦！行啦行啦行啦！要去对啦？带你来掠妖啦！掠妖？治妖啦！治妖？阿英啊，啊毋是爬袂起来，讲着做，冤家相告；讲着食，镜头卡遐。钟伟姐，咱才甲咱叫清汤尔啦。我都袂枵啦。袂枵？啊，你拄则毋是讲大肠过小肚，讲袂枵？想要欠钱煞毋知，无钱巴肚就毋敢枵啦。哪会无钱啦？啊，咱毋是逐工做生意，我拢是发薪水互你。我就是足感恩你对我遮尔好啦，互我食头路，搁发钱互我。是讲，你著捌听我讲过阮翁的情形啊。阮翁甲阮阿兄，互我拖累到即摆，你互掠去关啦，我都爱三不五时啊，拜托阮阿嫂吼，买一寡较营养的物件互因食。所以无欠哪会使，即马海鸡啦，搁找无人，假使若找无证据，我都毋知要欠到当时，才有钱通甲因请律师咧。你讲安尼哦，我听你到着有够感动的啦。你实在哦，真好女人，真甘心啦。无安尼啦，我先夫哦，等我钱啦，就今仔开始哦，你的3顿我包办啦，你免烦恼啦。迄袂用的喏，迄你的钱是你的钱，你求求俭俭，唔通的。好啦，头家啊，总还袂来上下回，吼。唔好啦，唔好安尼先啦。来，多谢哦。都唔免安尼你，我是想讲吼，即摆你为着要甲我斗找海鸡啦，啊又搁生理拢无通做，我对你都已经足歹势啊。啊你安尼讲，大家就歹斗阵啊！你怪来怪我迄间甲你揪条条，害你无法度去钓着海鸡啦。即摆斗找人哦，嘛是应该啊，对无？紧食紧食紧食，来啦，这个，哦，2粒分你啦。无啦，你食啦，你食。好啦，紧来食啦。你食啦。哎呦，慢点啦，紧。啊个歹，社会叫我去看因翁，我咧美国时间，是讲嘛袂歹哦，3000几箍，啊毋敢起来做赛车，赞！阿金，哦，你是咧创啥？你足奇怪咧！甲你讲你阿嫂无转，你哭过来是咧创啥啦？阿金啊，阮阿嫂敢拢无转啊？有打电话来无？哎，臭伊人药啦，白目的，都甲你讲无转，要哭哭问，无啦。我是想讲，阮阿嫂若转来吼，我要来甲伊做伙住啦。啥？连你都要孝顺住阮兜哦？啊，你毋是有男朋友？你找男朋友就好啊。你刚我听你阿嫂讲，为着你跟你男朋友代志，甲你无爽快，你阁好意思来找你阿嫂哦？阿金，莫讲跟你甲我吼，我无迄个美国时间。我甲你讲，我才无欢迎你啦。那恁阿嫂是高雄吼，有客兄啦。你讲啥？阮阿嫂有客兄？嘿啦，这代志莫问我啦。我再来甲你讲一遍哦。恁阿嫂无可能转来啊啦，啊我这也无欢迎你啦，出去。妈啦，阿金啊！走啦，我才无欢迎你啦。阿金，
听无哟？出去！啊，离了！我等我拿手等来啦。出去啦！离了啦！阿叫啦。阿给你啊。专门捌看过这个人哦。唔捌嘞，唔捌看过。唔捌看哦。嘿，唔捌看过。你若看过吼，敢通知一下吼。好，多谢吼。拜托谢。阿给你嘛，小问下吼。这个人唔知捌看过无吼？这是面是面色无？在倒位看到？是阮遮嘞。啊，即摆咧，人在倒位？哦，这是骗子啦，骗你的钱啦。啊，当骗钱啊，当这要去倒找？就是无地找的。无安尼啦，咱规起来报警啦。报警袂负气啊啦！我都捌报过，迄警察讲吼，这早起的讲无法度办啦，爱有证据啦。我就无地查的啦。是安尼，我毋知一定要将这个人找到。我若有知道找到伊吼，我就有伊的办法啦啦。头家，拜托诶，你若有看到伊吼，这是阮这个大哥的名片啦，伊伫咧卖油饭，咱麻烦你甲伊讲一下啦吼，拜托拜托拜托吼。再拜托一下吼。多谢多谢。再拜托一下吼。你讲啥物？真正有这种代志？是啊，错档。啊，即马代志要收煞？错档诶。这代志拢是引起的。我早就叫你离开这种所在啊！你若无今日，嘛袂发生这代志。红村的这代志，你是帮我解决。你若无咧，我嘛要帮你煞。叫我解决？错档，你嘛知影，我身躯也无半仙，是要安怎解决？你安怎解决是你的代志，每日男是伊小心的，就是你小心。哦，热啊呢？哎，等下我脚碰下。你脚安怎啦？腰酸背痛啦，哎呦。啊，无在了哟。喙焦后看咧。喙焦？哦，较贵吼，一间个安然的豆奶吼，会少多，我来买互了恁。王啊！随去就够啊啦。免啊功夫啦。我连去哪边来啊？好。哎，这人，哎，我啥？你挂这个袋仔是要找这个人是？是啊，你捌看过无？唔捌啦，啊伊就住伫头前遐尔。啊，阿弥陀佛，有影无？拜托，住咧倒，你住址互我一下。你要找伊啊？嘿啊嘿啊。啊，我带伊来啊。哎呦，多谢！哎呦，你做人来真好。小等下，我等一下去买豆奶，那边转来啊啦。啊，佮等者，我赶时间呢，哎，我可能无得带伊。哎呦，哎，慢，安尼我甲你来，我甲你来。好啊，行。多谢，哎呦，你做人来真好，多谢。啊，你什么名啊？我叫何啦。哎呦，安尼真好啦。春花，春花，他们是卡在碰趴，哦，我遐搞走，放你们快，我带。春花，要教啊？啊是搁偌远啦，拄则你著讲头前，啊行遐远我头前。我也知，啊平常我咧行得足紧的，我也知你行啊慢。哎呦，我脚咧碰趴呢，我是行到安尼下箍价袂分好。啊是安怎来住这深山哪来啦？哎，你拄啊毋是我讲伊骗你的钱？嘿啊。啊骗你的钱，当然嘛爱住伫深山哪来，啊无你找着来得。哎呦，啊这个山头轮廓尾也无路，还要倒找啦？哪着找？人伫遐无？海吉啦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我有一个爱你。也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人伫遐无？海吉啦！啊，你真正秘伫遮哦？歹势，嫂啊，我毋是你伫遮，我专到伫遮等。等我？是啊，我叫何带你来啊。你敢是串通的？你共党的哦？哎呦，我就是这少年人来才好心，啊，你想看来才歹啦。嫂啊，你免叫我，你敢知有人阿某互你害到偌凄惨？即马大树了怪你知无啦？嫂啊，我安尼做嘛是不得已的啊。谁甲你免面死面活找我，逼到我走投无路。你想要安怎？毋是我要安怎，是你逼我安怎？你若毋惊我死啊，我惊你无命。我即马只有两条路通行，毋是你消失，就我消失啊。
创啥？你甲我放开！你创啥？叫你甲我放开！点点啊！你甲我拍！你甲我放开！叫甲我放开啦！甲我放开！好落去。王小姐，你要我去调查迄几笔的资金的去向，我已经调查清楚。蔡明勇透过陈国良先生，将这几笔的资金汇入去地方人事代表甲一寡警察人员的口座。详细的名单、甲几届汇款的金额、甲时间，拢伫这内底，你用去看卖。真好，多谢你。蔡明雄上大的竞争对手是啥物人？恁敢有查着？是一个角头老大的，叫做乌良。乌良。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野价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。